互阮到伫遮，看到阮所有的兄弟伫遮，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你，阮就知伫这个所在有上帝你的光，阮所有的跨路、所有的忧伤拢除去。上帝你的灵甲阮同在，圣神来拜访阮，感谢俄罗主，哈利路亚！兄弟姊妹，咱的圣经有许多圣经，来，咱做伙来共读，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女玛利亚出世，伫本丢比拉多临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高活上天，但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亚各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高活，永远的活命。阿门。信主的人会当有永远的活命。咱来甲隔壁讲哦，你来甲隔壁甲伊拍一个招呼，你甲伊讲，有主你就有大困难，有主你就有神你就有大的能力。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咱所敬拜是万军的耶和华，阿门吗？阿门。所以咱充满信心，大声来俄勒伊。我在前的信心，会让伊山高倒海，相信主的应允，会当跨过困难，信心的基督，主路地行，大声来宣告，勇敢免惊。咱先来甲边仔的人讲，今仔日做欢喜看到你。咱搁来甲伊讲，咱这回用跳舞来俄勒主，咱这回用跳舞来俄勒主。咱这回充满信心来宣告。你的无有，无有，最袂高的事。 Right.
来选歌。拢要伸手，拢要伸手，拢要伸手，哦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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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将咱普声归予主，咱相信伫主耶稣内面，一切永远拢要成就，阿门吗？阿门，阿门，阿门。是伫主里，每一个主里就是耶稣国外的日子，阿门。阿门。咱充满信心，来唱一条得胜的诗歌。是伊决定耶稣受定死。老主无悔使我做前去，义有个我小做功劳者，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义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咱请姊妹来唱。我心欢喜对求主来行，应更伊的名。做伙来敬拜主，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要请你来甲边仔兄弟姊妹讲。主耶稣今仔日已经得胜，哈利路亚！你搁甲讲，搁来甲讲，所以咱爱搁较欢喜来学了主。阿门！咱充满信心，做伙来唱。是伊决定耶稣受定死，老主不会使我做前去，伊有个我小做功劳者。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应更归予主，应更伊的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伊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最后一摆来选歌。伊有个我做上帝者名，应更伊的名。就爱把声归予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荣耀拢归予主耶稣，阿门，阿门。咱所敬拜这位主是创造这个世界的主宰，这位创造世界的主宰，伊嘛足疼惜咱每一个人。就因为安尼诶，这个理由，咱就应该搁大声来敬拜主，阿门吗？阿门。咱若无要敬拜，连石头拢要起来搁敬拜。所以咱要用咱的身躯，用咱的肢体，大声做伙来敬拜主。有的主宰耶稣。世界的主宰耶稣，万物拢出伫你，属伫你，归予你。你是荣耀君王，咱来还原。
临，脚无看见你的显明，求主你来转化，摇动阮台湾，来顶替阮生计的命，咱来还原。歌你先给名，求主下几年通，存我无停止，原来爱我欢迎阮往江里。那最潮是会来。有救的主宰耶稣。主宰耶稣，万年拢出伫你，上帝你归乎你，荣耀君王，咱来还原，君王降临，脚无看见你的显明。转化，摇动阮台湾，来顶替阮生计的命，咱来还原君王降临，当心歌曲你生计的名。大大开嘴，大大开嘴，大大充满，稳定那好，关阿伫遮，目睭袂看，耳孔袂听，做脚无。哎呀，去咱的双手来敬拜主。大大开嘴，咱大声而乐，伊伫就要降临，阿们。稳定那好，关阿伫遮，目睭袂看，充满信心来而乐，你的荣耀。君王降临，这个君王不是伫地面上的君王，这个君王就是咱的上帝，就是咱的耶稣。阿门。伊带来和平，伊带来公义，伊也供应咱的一切，佮除去咱的罪。所以咱欢迎这个君王，不是只有礼拜日欢迎，是每一天、每一时拢欢迎。欢迎耶稣礼拜到伫咱的家庭内面。阿门。欢迎耶稣来到伫咱的工作的所在。欢迎耶稣来到伫咱的囝儿读册的所在，嘛欢迎耶稣来到伫咱的家庭，伫咱的心内面。所以咱的心就是要耶稣徛入来，所以咱的心爱开放，欢迎注意耶稣入来，因为伊是完全的，伊是圣洁的，伊也是真理，也是光明。
今日即马咱即个是咱要进入伫祈祷的内面，咱即个祈祷要特别来为着咱所有的家庭，互咱伫2026见证而乐。大家来讲哦，2026见证而乐，来，2026见证而乐。这个意思就是咱每一天咱的家庭拢爱成做见证的家庭，成做而乐的家庭。人甲人爱常常而乐，莫一直甲伊嫌啊！你做无够，毋是。咱的上帝是而乐的上帝，咱对咱的厝里的人爱有礼貌，爱有迄个礼仪，对人爱用而乐的眼光来看，这是上帝予咱一个正直的眼光。所以为着咱的家庭，祈祷有重要无？互咱的家庭的人和谐，可会当上帝祝福，敬拜上帝，日日兴旺。这时无需要请咱举起咱的正手，为着咱的家庭来祈祷。2026见证而乐，充满见证甲而乐。1、2、3，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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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乐主，哈利路亚。大大祝福是阮的家庭内面，主啊，阮每一个家庭拢祝福耶稣基督，因为阮的家庭是主，主啊，我无个无主，主啊，你救赎阮的每一个，阮每一个地方的人，拢是用着你来，哈利路亚，感谢而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人类的开始是对家庭。主啊，这是一个真奇妙的过程，互阮来到伫这个世代，阮的囝儿世世万万生团，因为这就是上帝你创造人，要互人来治理这个地面。主，阮感谢你，阮会当来认识上帝你，就是这位万有的上帝，你的大官员。主，阮伫你的内面，阮就敬畏你。主，阮感谢你，互阮有一个敬拜上帝的心，因为阮伫每一项事，上帝你拢知影。就伫这个历史，伫这个世代的变化，阮看见伫2026年，充满了这一些我们所未知的变化。然而，上帝在你的里面，你已经都知道。主啊，处在这个世代，在这个宇宙中，阮每一个家庭，拢是上帝你看重的。主，阮要求你，互阮伫2026年，阮的家庭，阮唔拿和谐，阮过去有遐个冤家，有遐个伤害，遐个无好的代志发生。主，用你的保护十字架保护，来除去阮的家庭遐个无好的咒诅，斩断遐个毒根，互阮所存的意念是上帝圣洁的，阁是彼此相听。互阮伫今年，阮的家庭每一个人，拢会当真顺遂的讲出阿乐上帝话，见证家庭的事，因为上帝你要祝福，祝你的名伫阮的家庭内面，特别伫阮的玉女姐的家族，主啊，你的恩典充满伫因，透过阮的玉女姐，伊的信仰和伊的后代，会当得到上帝你赏赐因的平安甲丰盛。就继续祝福伫这个家庭，互因会当掠耶稣基督做因家庭的主。你的福气要享受因千代到万代。我的兄弟姊妹，每一个主啊，你的福气永远甲因同在。主啊，因要因为你来兴起，要因为你佮跑走伫这个世代的道路，充满主的真理甲光明。感谢阿乐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亚就来欢迎，咱来欢迎，昆红港里，让亚洲上你们起，也就秀兰欢迎，秀兰点点，就让我台湾来念一万千给的。春风不年轻。
帝手，上帝要照顾咱台湾，阿门。上帝保守台湾，就是保守咱每一个家庭，所以常常为着台湾祈祷，为你的家庭祈祷，阿门。阿门。你来甲隔壁的，你甲讲，你是一位祈祷的人，大有气力。你是祈祷的人，大有气力。咱演讲教会有一个尊荣的文化，唔知是安怎来？兄弟姊妹来恁讲，请坐，请坐，请无主坐，还是恁请坐？来，甲隔壁的讲，请坐。请坐。这是咱要来共读圣经，圣经记载伫旧约历代志上卷11章第1节到第9节，历代志上卷11章第1节到第9节，请咱齐声来共读，请。以色列众人就接来希伯伦见大卫，讲：阮是你的骨肉。较早扫罗做阮的王的时，带以色列去交战的是你。上主，你的上帝嘛捌甲你讲，你的牧羊，我的子民以色列，嘛会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以色列的长老拢来希伯伦见大卫王，伊就伫希伯伦伫上主的面前甲因立约，因就用油我大卫，设立伊做以色列的王，照上主通过撒母耳讲的话。大卫甲所有的以色列人去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时叫做亚布斯，因为亚布斯人住伫遐。徛起伫亚布斯的人甲大卫讲：“你无可能攻入来。”毋过大卫有攻取锡安的堡垒，就是现在的大卫城。大卫讲：“啥物人先攻打亚布斯人，伊要做头做元帅。”圣龙仔的囝约押大声上去，就做元帅。大卫住伫堡垒，所以迄个堡垒叫做大卫城。伊对米罗开始起4围的城墙，其他的部分交予约押修建。大卫哪来哪强盛，因为上主万军的统帅甲伊同在。圣经共读到遮。咱若得到上帝的话语，就得到伊全身躯的荣耀。咱爱常常勤读圣经。这是咱要请本堂主任牧师周牧师来讲道。牧师的题目是合上帝心意的模范。所听还是姊妹，大家平安。哇，亲像足久甲咱无甲咱见面哦。哇，哟。煞袂记你讲，毋知要行对转来安尼吼。感谢主吼，就是即摆牧师来做受中会派做永和教会的小会议长所以因即摆伫牧师的时阵因为迄是咱的母会所以我理所当然应该爱甲因斗协助当然伫即个过程有真济的困难甲挑战，毋过咱是祈祷的人对无？吼牧师伫外面，包括伫外面的服侍，我相信咱兄弟姊妹的祈祷，拢会当成做我的帮衬。所以感谢主。前礼拜是咱隔壁教会中和教会设教45周年，因嘛期待我会当去甲因做伙鼓励。牧师因期待因的教会会当较热情，大家更较意爱有受教的心，来装备，然后来做好的服侍。牧师这个心意好无？当然是好。所以伊是我甲我甘母会鼎金教会出身的吼，所以我就讲好安尼就用一日的时间，就前礼拜日会当甲因伫遐来分享。我相信对于教会来讲，咱拢有每一阶段无共款应该学习的，也是讲会当有成就的，总是遮的，咱拢知，咱拢是信靠耶和华上帝的，所以咱拢知影要安怎向前来去。我相信这就是你我信仰内面会当展现的。咱嘛是相共，对无？诚做基督徒的你我，伫每一个坎站内面，上帝互咱无共款的境遇，伫即个境遇的过程，其实就是要帮助咱，互咱会当更较知影要安怎去祈祷主的上帝，嘛互咱伫无论什物款的境遇内面，咱拢无惊吓，因为咱有主通倚靠。阿门。所以
这是咱足确信的一件代志吼。所以感谢主，互咱会当搁一只来敬拜。牧师发现哦，咱的教会迄个所谓可塑性吼会当受雕塑的迄个可能性是足大的，对无？吼，伫即个过年前台语的礼拜，恁拢靠我差不多100公里遐远，对无？吼，即摆呢，足温暖的，即摆特别伫寒，天气较寒，大家坐较头前的吼，牧师感觉较温暖，较袂感觉讲像我伫新大顶安尼。感谢主，咱就是安尼会当做伙来为着的就是咱每一届的敬拜，每一届的娱乐，咱拢会当更较接近这位上帝。阿门。这是上帝以爱咱做的，也咱嘛用这款的态度来的时阵，我相信更较大的恩典，拢要为着咱备办。咱举起咱的正手，咱开始，咱来宣告来。永光教会是归属上帝，活出基督，瓦靠圣神，充满荣耀甲能力的教会。阮的确要成全圣徒，活出明灯，立行普世宣教的意向，互主的荣耀充满全地。阿门，阿门。这是上帝让互咱的意向，咱每一届安尼来跑走，咱就会当去经历。我相信2026年是咱永光教会更较丰盛的季节。阿门。安怎讲呢？咱有看到咱的周报无？咱周报的方面吼，真特别咯。我要做一个见证。伫去年的12月16，迄是拜二哦。咱拜二到拜五拢有早祷的祈祷会，对无？吼，咱6点20才会准备同工就来伫会前来异象来祈祷，就领受迄个异象，大家来分享。迄天的异象，我就将我领受的同工分享了，我嘛分享我的异象哦。我的异象就是看到有一个天的门，即个天的门是开的。毋过真侪人要入去的时阵迄个亲像透早安尼，未曝光进前的迄个暗暝一般样。一群人就安尼真欢喜要入去，因就伫遐吟诗而乐，吼。然后当因踏入迄个天门的时阵忽然间迄个天门内面迄个光就真清楚哦，太阳的光就真清楚照明，就会当看哇，真青翠的草坡。就是伫因入去迄个天门的时阵，哇！迄个青翠的草坡就伫眼前，感觉讲足荣耀，足荣耀，足荣耀安尼。我甲圣神问讲，圣神这到底是啥物意思？你要对阮遮有参加早天祈祷会遮的兄弟姊妹有啥物款的启示？圣神讲透早娱乐、读圣经、敬拜，就是。摕到天顶天门的锁匙我就将这个来甲大家甲我来分享吼，分享了，这个祈祷会了，敏丽老师就来甲我问讲，牧师请问我昨暗传互你的迄个设计新的周报的方面，你有看未？我讲歹势啦吼，我就是爱准备。爱准备今仔日早天的祈祷会，所以我就无搁去看赖所以毋知影咧。伊讲，伊阵去加文培呢。伊讲牧师，你会知异象，甲我的设计的即个方面是完全相共的。哇，真特别咯！我转去了祈祷会了，转去我看伊的赖，毋是干那迄个图互我尔，伊佫有写一段迄个赖伊是安尼讲。伊安尼写讲，牧师平安，新的周报设计已经会当互你过目我是逐字拢写逐字伫我的赖内面，我拢写出来遮伊讲整个的画面的呈现，主要是表达神的话像任意门，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而我们也如被更新的鹰一样突破框架，运用各样的恩赐，被差遣进入世界，将福音广传。哇！所以咱今仔周报就是这个周报的方面，对无？哇！咱看，连周报圣神都有，互咱有同款的感动呢。有特别无？
所以米莉老师有够欢喜的，我嘛做欢喜。因为安那，咱在中文叫做同感一灵，咱有同一个圣神在引带在感动咱，连周报的方面，圣神都遐在意咧，是不是安尼？真特别咯。啊，米莉老师伊有伊设计的专长，啊，真侪时阵，我要想的，拢毋免讲，伊就会设计出来呢。啊，伊设计出来物件吼，伊免甲我讲，我拢知影伊在设计啥，拢会当讲互听。啊，这是啥物意思？这是啥物意思？伊讲哇，真正是有够感动的，兄弟姊妹，连周报，咱的天父上帝都遐在意咱，那何况咱每一个人，是毋是上帝有缘拢在意咱？咱永光教会大大细项的代志，上帝拢真在意咱。阿门。安尼是毋是真好？这是绝对真好的代志啊！所以，咱每一届来敬拜，也是来祈祷，也是集体彼此的关心，彼此的带导。上帝若拢在意，咱就知影上帝伊的气力拢运行伫即个中间。阿门。也透过咱的信心挖靠伊，咱更较会当经历更较侪新约技术伫咱永光教会的内面。阿门。所以，咱会当宣告哦。2026年是永光教会更较荣耀、更较加倍祝福的季节，阿门。是，这就咱爱相信，因为咱是有圣神甲咱同在，圣神拢在甲咱讲，伊在引带咱的头前的道路。所以每一届你若看到这个周报的方面的时阵，咱就知影，这拢是出自圣神的感动啊，要互咱知影头前的道路。咱教会会当经历啥物？咱看即个方面对无？是有伊有一本圣经对无？吼啊，圣经拍开的时阵有迄个门对无？迄个意思就是啥物？迄个任意门的意思就是讲，你拍开圣经，无论你读的是对一段圣经，你就是进入伫迄个内面。阿门。你就是进入伫迄个内面，上帝为着你陪伴你所读的，你的感动，你就会当随时进入伫迄个荣耀内面，迄个祝福内面，那安尼就亲像咱这导读安尼对无？将过去的圣经可能3、4千年前、6年前、6000年前所写的，2000年前所写的，即马呢，甲伊化作宣告，这就是上帝对我的讲话，就是上帝要甲我指示的道路。阿门。那安尼，咱就是亲像安尼哦，读圣经的时阵进入，就进入伫上帝话语的祝福。引带的道路内面，也咱要亲像迎接天使飞悬，盘过咱所想袂到的，迄个稳定甲祝福，拢为着咱陪伴。阿门。这是真荣耀的一件代志。我相信咱永光教会过去，咱有真侪遮的见证，但伫今仔日开始啊，咱伫2026年，咱宣告迄个更较荣耀、更较丰盛的日子伫头前在等咱。阿门。感谢主的恩典哦，所以今仔日啊，咱牧师就是要照啊，咱读经的计划进度，今仔日透过历代志上11章第1节到第9节啊，咱来看大卫的故事的一段，我相信会帮助咱。大卫和上帝称伊做合上帝心意的人，今仔日伊嘛将这个典范放伫咱的头前来帮助咱。咱看大卫是出世伫主前哦。主前1040年，所以若要讲起来，伊甲耶稣的距离大概是1040到70年左右啦，差不多会当安尼来讲。啊，伊是犹太支派出世伫伯利恒的所在。啊，伊的老爸是亚西，亚西有生8个囝，伊是最后一个哦，啊，然后真特别，伊的少年。囡仔的故事内面有2件真特别的代志。第一就是15岁的时阵，啊，先知撒母耳受到上帝的感动来找上帝要抹油的一个的君王，对吧？啊，亚西是讲啊，这当然就爱对大汉后生来啊，对无吼？高强大汉安尼看起来武将，这来做国王，坐起来毋较有办对无吼？因拜拢嘛靠武力啊，吼！哇，一个拜，咁讲无啊？拢无啊嘛啊，煞袂记一个吼，过一个在过样的放养的孩子，爸爸把他放养了，哎，啊，我是放牛的孩子哈，
啊，我细汉就是伫饲牛的，我毋是放牛的吼，毋是放牛食草的，我是伫饲牛的吼，爱挂草，所以因饲一只羊，我是饲3只牛。细汉的时阵哦，啊，感谢主，这拢是真水的一个经历吼。然后咱看，伊老爸爱伊摕便当去互伊的兄哥食，伊到伫沙场的时阵，看到菲律斯人迄个亚利哥，这拢大家足熟的故事吼。然后咱看见，伫伊少年的时阵，上帝就互伊经历，透过这经历，咱会当来了解，因为安尼。迄个当时做王的扫罗王会紧张无？会紧张啦，对无？哇，这个囡仔遐厉害，吼，佫有圣神的感动，伊弹琴佫遐厉害，哇！所以伊心激动啦，对无？因为大家在话讲，扫罗抬起千，大笔抬起万，哇！我拢会比落去啊，吼！所以毋甘愿，哇！伫遐咧弹琴吼，无大家练标枪练看卖看写会对无对无吼？嘿嘿，哇！上帝保守哦，所以咱看透过安尼，上帝抹油的，照你讲，伫上帝的安排甲祝福内面，应该是拢会当真平顺。总是咱看扫罗伊虽然是上帝抹油的，总是后来上帝讲伊后悔呢？为什么后悔？毋是上帝看毋到人呢？是扫罗后来伊的心偏去，所以咱会当对遮来看见，受竞选的迄个成功甲失败的关键，不在伫上帝，上帝一定照伊所立的约来行即个约的内涵，总是关键就是咱咯，人是要安怎来回应甲上帝的契约，要安怎来接受遮的，这是一个关键。所以求上帝，互咱会当来清楚了解。无论咱要做啥物款的代志，无论伫工作、伫教会、伫社会、伫家庭，咱拢真爱有看见的，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就爱放伫第一个，因为这是上要紧的，所以咱在讲，咱的关系是12家的关系啊。迄个12家的关系上介重要，就是就是爱立迄个地基，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如何，然后较会当。地基稳定了，还即个关系，就是咱甲人的关系，较会当来建立好起来。所以咱为什么讲咱是就爱基督是5家之主，咱是基督化的家庭，当然是掠基督做咱的中心。这就是咱会当继续领受福分无？这是一个真重要的关键。所以求上帝帮助咱，其实透过这段经文，咱会当做伙来思考吼。咱看大卫的一生大概就是安尼，伊15岁受抹油了，30岁哦，经过15年，伊较成做犹大支派的一个王，所以毋是全以色列的王啦，是伫南部一个支派，就是伊家己出身的这个支派支持伊嘛，讲你来做阮的王，对无？后来呢，佮经过7年半了后。后来，伊较成做全以色列的王，然后伊迁都去到伫耶路撒冷的所在。今仔日就是伊迁都去到耶路撒冷，这个故事，咱透过这会当来思考吼。上帝互伊成做王40年久，这是咱看的大卫伊的一生的故事，有真济值得咱学习，嘛有真一寡值得咱警戒的。若是这个，咱拢看人的一生就是安尼。有成功，有挫败，有行得走得紧，嘛有跋倒的时阵，总是看你安怎面对家己甲上帝，这个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事。所以感谢上帝，伫咱今仔所读的11章的进程的第10章，伊伫遐咧描写为什么上帝去杀扫罗王，因为圣经遐有真清楚讲，伊。对上帝不敬就对啦，无遵行上帝的命令，家己最大，伊惊人比惊上帝较大。哇！伊毋惊上帝，总是伊惊人，无爱拥护伊继续做王。所以咱看，摕到即个官位官兵了后，王坐着王位了后，伊的心思意念完全拢伫人，
无掠上帝做中心。所以后来咱看见上帝互伊甲伊的三个囝拢共一天哦，伫战场顶面受杀死吼。哇，会当讲是灭族的即个情形啊！所以咱看见后来当然有伊的亲族，佮想要起来，总是迄是上帝无永稳，无伫上帝的竞选内面吼。所以咱看后来扫罗死了后，圣经就安尼记载哦，以色列众人拢来到伫希伯伦的所在，伊就讲甲大笔讲哦，讲阮原来是甲恁共骨肉的哦，以前扫罗做王的时阵。带领以色列军兵出去的是你啦，是你做大元帅将军的哦，耶和华你的上帝嘛捌应允你讲你要牧养我的百姓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做以色列的王。哇，咱看连这百姓一都真清楚，过去大笔所做的是什么？大家有目睭在看嘛，对无？大家真清楚，过去。扫罗伊之所以会当安尼，是因为上帝使用大笔，哇，帮助伊会当伫沙场的顶面，会当赢过即个300公分以上的即个歌利亚，即个歹人，所以咱就安尼来会当来了解。所以伫即搭遮，以色列人真清楚哦，讲上帝有甲你讲哦，应允你哦，你要来牧养伊的百姓哦，兄弟姊妹。若讲牧养，哇，这个对大笔上界清楚的语言对无？咱讲伊是放养的孩子嘛，也是被放牛的，也被放养的，已经清楚这个牧养就是爱安那，爱真谦卑屈家，甲这羊群做伙，爱好好照顾每一个羊群，爱带领羊群，因为羊群拢是后壁在对你。你行去到底，这羊群就对你到底，所以真做一个要牧养羊群的人，伊就爱那以身作则吧，对无？这就是大笔非常清楚、非常清楚的一件代志。所以兄弟姊妹，这个嘛真做整个咱基督信仰，也是耶和华宗教非常重要的一个内涵。咱真做一个领袖的，伫教会做领袖。也是讲，你伫社会是真做一个领袖的人，咱拢用信仰来表达，咱是一个谦卑的一个领袖，是真做仆人奴仆的形象的一个领袖来底服务人。虽然是做领袖，总是用奴仆的态度、仆人的态度来面对这个在互咱引带的人，这就是伫信仰内面，咱拢会当看见的。所以伫教会更加是安尼，咱看见咱遮的服侍的同工兄弟姊妹，因用真侪时间来做陪伴、做祈祷、做关心的工作，这就是伫教会内面上帝看做欢喜的工，因为这就是在牧养上帝的羊群，牧养上帝所交托咱的。所以咱感谢主，上帝透过大笔伊所做的，互遮的百姓真愿意降服、顺服。大笔的领即个带领，所以因就伫希伯伦来立伊做伊全以色列的王。兄弟姊妹，我上帝互咱会当看见，所以伫新约圣经就安尼真清楚，这是我上帝亲自所讲的哦。讲我找得亚西的囝大笔，伊是合我心意的，凡事拢遵行我的旨意。阿门。这句话嘛会当互咱学习无？是上帝若超出着咱，互咱伫今仔日的服侍的位置，咱就真清楚是咱要真做合上帝心意的人，因为咱凡事拢按着真理来行。阿门。用听出发，用真理做基础，这就是咱服侍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所以，愿上帝帮咱今仔日在谦卑的服侍、忠实的服侍，拢会当造就明仔日上帝的荣耀的显明。阿门，阿门。是，所以咱看咱一寡少年的同工因拄入去社会的这个工作场无偌久，总是因的态度就甲一般的少年人无共款。
因为伊伫咱的教会，因伫咱的教会真清楚服侍，做即个工作嘛是为着上帝来做，工作嘛是上帝托付咱会当伫遐做光做盐的一个所在，所以甲工作的所在嘛看作是福音的场所，而遐展现基督徒的性命，会当有迄个光辉，会当帮助人，会当更较热心忠诚尽职，这毋是伫教会尔，伫社会工作，咱嘛安尼来做，所以咱就甲别人无共款，就分别出来咯，对无？人就会感觉讲，恁基督徒无共款，阿门。所以，若是要升官，是毋是只优先比升官？阿门。对咯，所以我即礼拜我听到咱的这少年的因几个拢升官吼，心内真欢喜，因为这是上帝的祝福，阿门。因过去谦卑服侍，无论伫教会、伫工作顶，上帝就高升因，这是上帝国的原则。咱执行的时阵，咱就会当看见，咱迄个未来搁较若荣耀。所以咱得爱抓条上帝所应允的，咱继续来向前来迈进。阿门。是，这是你我所爱吼。搁过来，咱就嘛爱当看见，真特别咯。耶路撒冷，咱看到现在，耶路撒冷也是整个世界真重要的宗教的中心。这是真特别的一件代志吼。耶路撒冷差不多是伫主前3000年前，意思就是讲，到5000年前，就有人伫遐徛起，有建立一个城，吼。到伫亚伯拉罕的时阵，遐就已经有王伫遐在统治啊，吼，真特别咯，吼。所以伫即个摩西入去到伫迦南地的时阵啊，伊嘛是要攻取即个所在。后来咱会当看见迄个下城的所在，又攻取着，总是顶面的城。咱即马称作是锡安的，还是大必的城？迄个就真难。当时摩西就无有攻取迄个所以迄个阁保留伫亚伯西人的统治内面。所以伫大必的时代啊，亚伯西人伫遐真做因的王的城，已经400多年久啊。亚伯西人伊是迦南族的人所以咱伫即代遮会当安尼来思考大必。到底即个耶路撒冷的城是偌大呢？牧师特别去甲查其实伫大必的时阵，在讲耶路撒冷，敢若是大必的城即个范围啦。即个范围是无大是45000平方公尺，差不多偌大呢？咱的永和国小咱这足侪读永和国小对吧？永和国小就是37500平方公尺啦。安尼你就知影大必的城就比永和较大一寡尔，对无？大无偌济嘛差无偌济呢。安尼有概念无？好，安尼咱就知影真特别咯，因为即个耶路撒冷拄伫南北的重要的一个所在你要上北要去到北以色列落南伫南犹大，拢大概爱经过耶路撒冷伊是距离死海距离死海是差不多22公里，距离即个地中海大概50几公里的所在。伊悬呢，差不多要到800公尺，800公尺差不多啥物款的迄落。你若去石柱文化村，迄个差不多700公尺，迄个感觉，安尼你就知影佫较悬一点所以会当讲迄是伫山峦的顶面所以呢，真特别咯。伊迄个城内面为什么有遐个水？因为伊有真济个河伫遐经过啦，所以有遐个河就有水泉会出来所以伫城内就有水泉呢，真特别咯，所以伫城内无欠水，那敌人甲咱城围咧，免烦恼，内面拢有水，袂去枵死，袂去水打死所以东南西拢有即个真深的山谷的保障，敢若北。即马北就变做佫有起啥物？后来所罗门王起圣殿，即马是回教的啥物？清真寺
哦，迄、个开足大诶吼，足大诶吼。啊，本来伫大必王诶时代，遐是山岭，遐拢无建筑物，吼。咱安尼大概就有即个会当来了解吼。所以为什么亚伯西人甲大必讲你绝对无可能去遐所在啦？吼，因为阮遮400多年啊，人要来甲咱讲，无人有讲入去。啊，你大必算啥？吼，乌合之众，阮毋惊。圣经记载哦，伫撒母耳下卷遐，佫写安怎？当时因亚伯西人讲哦，阮哦叫青梅摆开来固守拢会使啦，嘛袂互讲破啦。安尼有骄傲无？吼，叫青梅摆开来固守，嘛会当甲恁赶走来。因为阮是一个真坚固的城，无容易攻入吼。总是圣经记载，大必有得到无？有啊。大必有讲入去吼，两个讲法啦，有一种讲法就是，因为有水泉嘛吼，一定有地道啊。哦，大必就叫元帅找着地道，然后对地道入去吼，这是当时的情形是安尼吼。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吼。牧师调工甲即个图摕互咱看吼，中就是即个大必城有无？多谢。啊，我帅哥的面甲我刷一下，对啦，厉害，哇，咱看吼，这就是大必的城，就是安尼吼，无偌大，比永和国小较大一寡尔，才有写基顺泉有无？遐一个泉吼，大必就是叫人对即个泉井的下面进入来较来处着即个城吼。真特别吼，今仔有吉伦国的吉伦溪吼，所以有遮个溪水今仔佫有山谷，所以遮是一个真坚固的城市。所以咱感谢主会当看见到现在即个也是世界的中心吼，无论是回教是迄个即个啥物犹太人的宗教吼，遮个拢掠即个做中心吼。所以咱看见这是上帝真特别的使用吼。所以咱看见，虽然因这亚伯西人感觉讲哇，阮的城市是真坚固，将来无有人攻破，总是上帝所应允的。那城就无迄个攻袂破的城市来，兄弟姊妹，就亲像大必伊面对即个权大的人、大汉人高厉害的时阵。大家拢讲迄是无可能的，包括迄个比人较悬的扫罗拢灭伫石棚内面，对无？总是大必讲，我毋是靠枪，靠遮个剑甲，我是奉耶和的名来得到胜，这就是伊所信。所以对于少年有一款的经验，到伫现在，伊有关上帝，知影上帝一定帮助因吼。所以咱有在讲同心能断金，对无？信心嘛，甲咱讲信心会当移山倒海，这就是咱所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吼。所以，互咱对即代志，咱会当看见，大必会选择耶路撒冷，成做伊的首都，成做一个宗教的中心。真重要，就是真重要哦，有一个民族的原理伫即个中间，因为耶路撒冷将来都无属伫北以色列，也是南犹大，遮个支派的任何一个支派，无有以色列人伫迄搭遐统领过，所以呢，用即个诚做一个真中立的地位，所以伊经即个就是互北以色列、南犹大遮个无共款的支派。拢感觉讲无偏左偏右，对无？互大家会当深信，大必毋是干那顾犹大遮个支派尔，较重要北以色列遮个支派，嘛是伊所看做好的。所以若是安尼，咱就会当看见。第二，伊就是确立耶路撒冷成做政治甲宗教的中心。伊将约柜就牵线进入。到伫伊所备办的圣殿伫耶路撒冷内面，但现在咱若去，拢有缘会当看见，就用即个诚做信仰的中心。所以这就是上帝互大必
有一款的智慧，然后这个行动的结果，咱看见圣经就甲咱讲，大必愈来安那，较愈用壮大，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伊同在。阿门。是，这就是咱所深信的。咱这位上帝，伊愿意欢喜，时时刻刻甲咱同在。所以为什么咱会当宣告2026年是一个丰盛、更加丰盛的季节？因为咱深知，咱遵行伊的道路，好，咱听谈伊的教示，咱顺服伫上帝的真理内面。牧师拜托咱头前，咱有顺服天父上帝欢喜无？一定欢喜啊！因为安尼，这较超越，互咱更较会当专心来敬拜上帝。哇！所以牧师嘛在求上帝帮赞，互咱台语的礼拜的人，会当更较济。哇！即马咱的华语的礼拜比台语的较济，对无？当然，第一少年人困较晚，总是咱嘛有一个优点，就是敢若伫台语的礼拜会当听台语尔，对无？无你即马要对听即个标准的台语，虽然有一点仔南部腔毋过会通啊，晓无？会通无？会是，哇，听起来真温暖嘛是毋是安尼？是所以我嘛期待少年人加一个语言因为这是咱的母语互咱会当更较深信伫信仰内面，咱伫主的内面的合一，拢要带来更较大对上帝来。互咱的稳定，这是你我会当深信的一件代志。所以，若是对安尼，咱就会当来做一个结论咯。讲一个合上帝心意的生命，是对真平凡的细件代志，重新来开始。代笔就是对个人开始呢。咱看迄天上重要的日子，因遮的兄哥拢无人甲伊做伙。这杨善国，敢若剩大兵尔呢，对无？伊是小主人呐，伊着爱顾羊呢，伊着忠心呢。豺狼来的时阵，即个虎来的时阵，熊来的时阵，伊着爱去面对啊。伫迄个面对，伫遐甩石机，伫遐在不断伫遐在练习了后，就会当来拍离这虎霸。这要侵犯羊的，然后上帝就透过安尼帮助伊，后来有用伫面对着这个歌利亚对无？捡5粒石头，用几粒？1粒尔呢？1粒尔，毋是叫做百发百中，就是什么？一击致命啦，对无？一下尔啦。无迄个第二下就危险嘛，敢毋是？这就是真奇妙的一件代志。所以上帝要使用咱，不在伫咱的身份背景安怎，在伫咱是毋是愿意忠心、愿意顺服无？咱若真做一个忠心顺服的人，搁较谦卑伫主的面前，我相信咱掠荣耀上帝做咱工作、家庭、咱一切的目标。那安尼，迄个稳定、快乐、智慧、健康，就要那加添伫咱的顶面，这是理所当然的。所以咱看大笔的一生，咱就会当真清楚来了解，忠心甲顺服是会当得到蒙福的。阿门，就会当得到福气哦。你忠心伫这份信仰，忠心伫你的家庭，忠心伫你的夫妻关系。忠心伫你的工作，我相信上帝稳定加倍，搁较加倍，要加添伫你的顶面。所以2026年，为什么是会加倍丰盛？就是因为咱愿意搁较谦卑，搁较忠心伫主的面前。阿门。这是咱相信的一件代志一本册叫做对优越到卓越优秀到卓越，就是。从 A 到 A Plus， 这个是柯林斯所写的伊内面有一个写着一个真特别的，叫做刺猬原则刺猬咱知影刺猬伊若人要甲伊侵害的时阵，伊就安那
顶起来吼，就足者饲着啊吼。啊，伊就是遮伫分析哦，讲狐狸是足精明的对无？狐狸足干巧的对无？啊，狐狸拄着刺猬的时阵，就是没辙啦。你刺猬哦，无别个厉害的，敢若食一步尔，就是安那，有无？就是安尼尔，吼。这真特别咯。后来真侪美国的遮企业家看到即个原理，就应用即个原理哦。因本来足复杂的遮物件，因就安那愈来愈简缩，愈来愈精简。啊，后来就会当看去，因为伊对即个亚马逊啦、苹果啦、Google 啦，伊遮家居啦，遮吼GM 遮吼，拢去咧研究了，伊感觉讲是，就是安尼，吼，毋好伤复杂了就那乱去。后来因就感觉讲，爱真简化，爱真清楚，咱的目标是啥物？这是企业家后来真看见即个刺猬原则的原则应用伫因的顶面哦。我心内就想讲，是啊，若诚做咱基督徒的。若将即个原则放伫教会，也是基督徒的生活的顶面，咱就会当去思考哦。咱伫拢讲伫足无用的中间呐，迄个是毋是有一个假象？伫即个社会内面，互咱拢感觉拢都爱足无用，像较有价值。总是咱爱重新倒转来，伫上帝创造内面，迄个真正永远的价值是啥物？这确实咱爱思考。互咱会当去找到什么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我要讲哦，是啊，咱伫今年讲咱爱有从的祝福对无？咱就爱主日礼拜爱细胞小组，爱11的奉献，爱晨祷，搁爱培育学校，这个其实就是咱永恒的基业所需要的，这个拢会当帮助咱。所以牧师要提醒咱，帮助咱哦，咱会当一礼拜。找一天，还是2天，甲规划出来参加6点半到7点半的早天祈祷会，看卖咧。哇，迄个祈祷的气力会当帮助咱，会当更较相信咱所祈祷的上帝应允，上帝一定听。咱毋是伫遐祈祷，毋是为着家己呢，较侪时间对世界来祈祷，为着世界，为着地球，为着其他的国家，为着国际新闻，为着台湾，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家庭，这一项祈祷的时阵，咱拢在操练这祈祷。操练这就是帮助咱，互咱更较深信，咱跪落来祈祷，上帝就伫咱的头前。咱跪落来，上帝伫咱的头前，世界就伫咱的后边，世界就袂当统治咱，咱的心思意念价值。就会当按照上帝国的心意来做。咱是属的上帝国的百姓啊，所以咱理所当然思考的方式，毋是用社会迄套，毋是袂当用社会迄套来教会。若是安尼，争权夺利伫教会内面，就变做理所当然咯。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一切拢对基督开始，用上帝话语做中心。用敬拜而乐做一个媒介，然后做上帝所感动的事。阿门。咱爱做迄个会互上帝感动的事咯。这是你我伫教会内面咱会当做的啊。后礼拜咱教会今年第1届的街头报道哦，有记载无？哇！后礼拜哦，咱过去已经有6届街头报道。哇！咱嘛看见后来有人洗礼啊，对无？有人迄个迷途羔羊倒转来，对无？哇！我相信咱继续累积这个，会当更较看见更较济咱的传福音的气力会当帮助咱。咱的中英和其他的教派的教会已经有2间，看咱相共在做街头报道，有影响力，这对社会对咱的。这个地区来讲，这是极大的一个祝福哦。过去讲我就袂当去街头报道，安尼我就歹来参加无咯。真解圣神就感动我讲，咱遮的时代行较袂出去的不要紧，咱就留伫遮就好。留伫遮要创啥？为着阮出去的祈祷，对无？咱做伙祈祷了，
祈祷阮转来了，大家就讲，其他去偌济人参加比如讲200个参加，接触1000几个迄个国字的200几个有无？这是拢咱做伙修成的了后俄勒归于上帝了，咱做伙来食点心安尼好无？所以玉龙兄后礼拜爱来哦。玉龙兄，你无甲同一个？后礼拜爱来哦。你踮遮祈祷就好。你毋免出去分。对，祈祷就好。哇，这要100岁啊要100岁啊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好，咱看伊信主了迄款，每一礼拜拢西装笔挺来。咱就知影伊对这份信仰是真好的。伊已经差不多是听无听无过来礼拜，安尼毋较厉害对无？若听有来礼拜就无介厉害，有啦，大家拢真厉害啦。感谢主互咱会当有一款咱的信仰伊比咱较慢信，总是伊信仰的典范就是伫咱的中间所以街头报道是上界下上帝心意的行动啦，对无？咱做伙来讲来。街头报道是最合上帝心意的行动街头报道是最合上帝心意的行动。搁一摆来，街头报道是最合上帝心意的行动。是，这就是咱所相信的一件代志好，来，咱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来。大笔直直较强大。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伊伫地，历在至上11章第9节。来，咱过来读一摆来。大笔直直较强大，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伊伫地，历在至上11章第9节。搁一摆，大笔直直较强大，因为万军的耶和华甲伊伫地，历在至上11章第9节。阿门。是，愿上帝祝福咱，嘛祝福咱的教会，日日愈来愈强大。阿门。因为上帝甲咱同在。阿门。是，牧师嘛相信，咱有一款的宣告，就特别正这个事上帝帮赞哦。好，来，这时阵咱来唱这条诗歌，来回应上帝话语。在
主，阮是你的囝儿查某囝，阮今日早起会当来到这，用诗歌来敬拜阿罗你。甲阮正兄弟姊妹，当上伊的心，要将荣耀阿罗归乎你。阮相信你欢喜感纳阮的敬拜，阮也相信透过你的话语，你要帮助阮，互阮会当去敲吹什么是合上帝你心意的，互阮会当对真理、对圣经来明白上帝你的指引，通互阮日日活出迄个美妙的生活来。上帝，阮伫生活有缘有欠缺有软弱，特别今仔日阮来到你面前的，主阮身躯若有病痛的，上帝，你互阮信心，相信你要医治阮，你要坚固阮的信仰，也互阮的身躯的软弱得到你的帮助，通恢复健康甲坚强。主阮的心思意念，若有真济的颠叛，甚至互阮暗时无法度好好来休困的。主啊，求你互阮专心倚靠你，会当相信，阮要交托，就是透过祈祷已经交托的，阮就相信上帝，你要甲阮排解，你要为着阮开一条新国外的道路，互阮这艰难无真做阮的担，互阮暗时会当好困，会当有好的食食，也互阮的身躯会当更加健康。主，阮相信。阮倚靠你，阮迄个健康就是属于阮的，迄个病痛、死亡的阴影袂影响阮，因为阮伫耶稣基督内面，阮拢成做得胜的人。多谢你听阮的祈祷，坚固阮的信仰，一切荣耀归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咱备万心。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疼，嘛是信心的行动。请咱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会众请起立。会众请坐。时间分享，请牧师主持。
好来，咱先来看咱前届街头报道的一个影片吼。咱大概3个月有一摆的街头报道，这个街头报道就是上帝互咱永光教会在这个时代的一个突破。推荐了上帝的荣耀，罪恶最。神他派耶稣来救我们，咱的小朋友嘛拢出去哦。我们的罪，让我们跟这个雪花一样很纯净，变成新造的人。哇，有厉害不？饶恕我们罪，洗净我的污秽，使我得自由。耶稣感谢你。咱出去接触偌济人，可能嘛有真济人会甲咱拒绝，当时咱知福音是对因的祝福，所以咱是要甲福音互因所以咱就较有信心来传扬吼所以咱会分无共款的所在牧区区也无共款咱拢会当去，咱相信咱有可能看到的。也是甲伊讲的，嘛有可能已经有甲咱对话过，总是咱继续去就对吼。咱叫做来，互幸福小组去街头报道，阿门感谢主吼，会当互咱教会会当继续将这个福音真实际大家做伙来去吼，这操练咱的心中较大粒的吼，较勇的较勇敢的来传福音，这是真好的一件代志好来这是咱今仔日的读经的经文，咱做伙来读吼。伫顶面红色的遮来，着坚固，着为着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来，着坚固，着为咱的同胞，甲咱上帝的城，勇敢出战。这是伫历代志上19章13节这经文好来，所以咱伫即个拜三进前，请咱的小组长来汇报咱后礼拜要做伙出去街头报道的人数。即个人数也包括要继续无法度出去的，咱的即较时代也是行动较无方便的拢要留踮遮做伙祈祷的因为即个人数嘛要来做准备，咱的点心的一个人数所以请咱甲即个人数来汇报，互咱的即个办公室遐来了解，来做真好的一个准备所以咱后礼拜是几点礼拜？9点9点咱第一定是无问题大家知影。好来说接。咱的启发课程伫拜六伫2月初7的拜六，要伫副堂来训练望这师资团队会当来出席来参加。咱第3届的领袖的训练，从陪跑到倍增，嘛是要伫2月初7下晡，咱对1点半到5点要伫主堂。即大家内容就是咱的幸福小组的3.0版，启发幸福小组的讲解。甲咱小组长、长老的培育的分次牧养跟陪跑这个操练望咱特别有新的这个小组的同工起来，咱透过安尼佫有咱有一个3.0版的咱1.0版的是经典版，2.0版是手作的这部分对无对甲迄个桌游的部分即马咱有3.0版要用启发幸福小组望咱会当来做伙参加，多谢。咱伫2月初1就是咱的圣礼典所以有要举行洗礼也是讲专职的即个接纳，所以请咱来报名若有要洗礼的，还是要专职的咱的时间是伫即个1月28日进行然后咱
1月31日有一个基要的真理甲人物永光教会的课程，需要上课程，才会当隔工来参加即个洗礼吼，也是讲即个转职的接纳好。咱的圣歌队伫1月31日开始，每礼拜暗7点半，要伫3楼主堂遮开始来练国话节的诗歌吼。大家做伙来参加圣歌队，圣歌队是咱长老会真足经典的一个诗班吼。咱会当来参加做伙来学习。你别讲我袂晓看五线谱哦，迄个豆芽菜袂晓看，袂要紧，来你就拢会晓听，听就会晓唱吼，真好吼。OK。好来，咱的生命跟新营，咱对3月初7、初8这2天开始，咱的系列营会就要开始吼。请咱注意会当来报名参加的伫1月31日进前有一个早鸟价吼，咱会当来得到这个优惠。好，牧师课，这个就是咱旧年咱会导读手抄的经文吼。我这份是我家己的吼。这份是我家己的，这就是内面的手抄经文有无？有无？这就是我用我 iPad 吼，我手抄经文有无？哇，我做彩色的红橙黄绿蓝靛紫吼，就我一礼拜逐礼拜拢安尼吼。佫有红色的是我的我宣告迄个经文对我来讲，我感觉互我的感动是啥物？我就甲写起来吼。望咱若有完成的吼，来就爱刻出来哦。潘牧师的嘛写了吼，嘛放伫即个所在。咱就要来装订成册然后即本就是你旧年的所抄经文，你的圣经哦。后壁佫有空白对无？你若佫看的时阵，佫要写啥？做一个记录这就是咱逐日的所抄经文吼。然后伫年底完成了咱伫会当紧来交吼。你若讲牧师，我佫差1点点佫等我一下，好，佫等你1点1点钟10点钟袂了啦，对无吼？真正若会使就拢交出来。若真正你讲我佫差1点点，好，佫努力一下吼，伫即个周赶紧甲完成，就紧规年的就摕互咱的干事，咱就真紧就要去互人装订成册这是潘牧师的所抄的吼，伊用手，伊直接用即个用笔写的吼，咱看，咱就看会到吼，有无？我佫有家己做封面，所以我较水对吼。毋过伊较漂亮伊的字较水。好，大概是安尼吼。好，今仔日会当佫继续吼。OK， 好。咱有迄个信仰培育奖励金，今仔开始申请遮个学生吼，因若到遮个资格，咱拢总有5、6个资格吼，会当来申请吼。好，牧师受邀请去桃园迦南教会指导因的敬拜团甲迄个祈祷会啦吼，伫即礼拜的拜3暗时因的牧师真期待讲因的教会即个礼拜的活力祈祷会的祈祷的活力甲因伫因的乐团的顶面会当更较受装备吼，所以就有邀请阮吼伫2个月前就有来跟牧师讲过吼，带因的同工来吼，感谢主吼。好，咱中央的空调的收现，咱爱400万，即个目前是240万9785块吼。最近咱大概差不多真紧要完成到2月7日，咱小会开了，咱大概过年了，咱就会来开始用动吼。事实即马安尼估计起来，可能会超过400万啦吼，可能会超过400万因为即马工资真悬吼，所以求上帝帮咱差不多了解，爱用2个月的时间吼。毋过即个修宪的即个公司讲，礼拜日、拜6礼拜也是会当互恁聚会。我听着安尼足欢喜的吼。伊讲因拜5就会甲清甲了。拜6礼拜，咱会当虽然遮去徛袂要紧，总是会当聚会安尼重要嘛吼。若无咱2礼拜
我看逐礼拜拢来街头布道，所以大家咱会当继续聚会，这是上介好所以咱特别为这件代志祈祷特别互这冷气甲这个室内装潢的这会因在设计顶面真正会当互咱将来但使用拢真好势咱为着这件代志嘛，继续来为着这个来祈祷。好咱有这就是咱的这个街头布道的这个内容对无恁手中有无？手簿内面有无？无你若有头只后壁会当先刻登去你甲读好熟，安尼咱后礼拜要来街头布道，咱就会当更较咱熟溜即礼拜咱的小组嘛会当继续来训练咱的街头布道好咱感谢主咱的潘牧师伫前礼拜二有当选咱台北中会第75届的副议长副议长伊做书记有够无用的做者会副议长大概就是安尼因为咱是中会的牧师的这拢伫中会嘛所以咱就照中会会当参与，会当贡献咱的心力，着努力当然我拢经过去就我哋拢无得插无伤老因讲我伤老啦我敢有老？无对，因讲教会拢少年的感谢主好，即摆伫小会内面我上年主的呢伫中教会内面感谢主咱的亲子礼拜家堂园地伫今仔日下昼12点半伫4楼望互这爸母甲囡仔有真济的交易的时阵，真感谢主好1月25后礼拜三了后咱的儿母的老师要开会请嘛注意咱台北中会的妇女部的请安伫2月初3礼拜2会伫富堂好，咱继续为着郑兆聪、杨如素凤、彭菊英遮遐伫姊妹的身躯来祈祷，我愿上帝来怜悯来这拢共一家是无 ？OK 好来这是咱玉蕊姐的查某囝这个孙佫有还袂讲了的，佫有囝婿对无对所以因今仔日来就是表示多谢咱遐是姊妹过去听说咱玉蕊姐互伊来教会充满喜乐伊嘛有足好的见证伫咱中间特别伫个别式的时阵咱真侪兄弟姊妹去参加因这家族感觉真温暖特别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请因起立好大家请大家起立好向后转一下大家知影欢迎恁来玉蕊姐来大概坐一队，恁知影无？第4排对，大概坐一遮对，大概拢知影坐伫迄个位啦。对，咱坐伫遐对，所以囝孙仔着爱抽签，逐礼拜拢爱抽签看上来坐遐，其他位会当坐啦哇，真感谢主上帝互咱玉蕊姐真正对信主了后有做美好的见证因为伊的囝儿孙仔真正拢有迄个感动所以咱相信这个福音要继续伫因的家族无论住伫什么所在，拢会继续迄个上帝恩典透过许大人的祈祷所留落来，拢要伫恁的心内面，也要伫恁的家庭，以及恁所坚持的，无论工作、事业、家庭信仰，拢会当有上帝丰盛的恩典伫恁中间。好，多谢，来请坐。好来
各有一位蔡明玉姊妹，请你起来。伊生日开啊吼，好，不要紧 ，OK， 好。好来这时阵请咱起立，咱来吟这条诗歌，比出来祝福。你出来面祝福你，平安福气满满心，万星星来充满你，棒棒大连连大好气，上帝祝福你，祝福你，伊的面光照你，伊来充满你，烦恼拢无去，事事大，上帝祝福你。咱让我们听着来领受上帝的祝福。但愿上帝伊的光照恁，互你逐日徛起伫光明的中间，活出基督的形象，有上帝丰丰富富的恩典，甲恁同在，互恁有智慧分别是非，明白上帝的心意伫哪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姊妹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同在，互咱日日活出喜乐来，阿门。咱甲隔壁互相拍一个招呼吼，上帝恩典伫咱中间，阿门。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祷告。行在水面的星星，刚强壮胆地前进。我的神必在前面为我征战。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